来看关心交通安全的民间团体哦，今仔早起去交通部顶前，因呼吁新上任的交通部长李明安，得爱改善咱国内危险的交通环境，嘛希望当安排甲部长见面会谈。交通安全协会、机车路权促进会、甲行政零死亡推动联盟等民间团体，早起同齐伫交通部民团表示。今年第一季道路交通有缘有97000多件，造成722个人死亡，其中119人是行人，显见道安环境有缘有真大的改善空间。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在其中关于交通工程、交通教育、交通执法的改善成果。那各个县市申请的预算、那个路口以及改善的措施也还很不明确。在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上呢，又做了一些退让，又做了一些限缩。这一些政策的摇摆不定都无助于台湾交通的改善。民间团体认为，提升交通安全，无应该是车辆甲行人对立，是应该兼顾各种运区的使用权利，也质疑政府对违规处理态度无明确，互民众唔知要安怎遵行。对此，交通部公共运输甲监理司副司长欧德基出面受陈情书，因为民团诉求涉及无共业务单位，会带回建议。当地台南视察铁路地下化的交通部长李明安也正面回应，提供国人一个安全便捷的一个交通工具跟环境，我想是我们交通部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，那也是大家共同的目标。那所以现在包括一些路权团体或者是重机的团体，他们对于整个我们的行的部分有一些建议哈。那我想我们会安排时间跟大家见面。对民间团体诉求交通平权、提升行人安全等议题，交通部长李明安表示，会安排时间会面来听无共团体的建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